凌晨12点40分，早就查过房的列车长不知为何又来查房。男人打了个哈欠，准备睡去。列车急速穿过一大片高草丛，男人迷迷糊糊看到高草丛里有一团团亮光。他刚想仔细看看，火车却突然抱死刹车。男人失去睡意，走出包间。奇怪，这么猛烈的刹车，怎么没有人惊醒？更关键的是，这里是哪儿？为什么停车？他看着眼前无际的高草丛，一团团的亮光更明显了。提着灯不知从哪冒出的列车长吓了男人一跳。男人问为什么停车，列车长支支吾吾了一下，说没事，马上发车。男人想抽根烟，列车长答应了，但他警告男人不要走远，等下他会呼叫乘客上车，但千万记得，他只会呼叫2次。过期不候。列车长神叨叨地走了，男人点上烟，一抬头又是高草丛里的亮光，亮光像是有某种魔力，死死吸引着他。仔细一看，亮光好像还能移动。草丛里究竟有什么？男人确认一眼列车方向，走进草丛，可走到亮光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看明白了，只是月亮的反光而已。男人扑哧一笑，笑自己真傻，竟然胡思乱想吓唬自己。可就在这时，列车长大喊一声，所有旅客上车。男人掐了烟，我靠，好像真的有东西。男人吓得忘记了好奇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回车上。可走啊走，奇了怪了，明明是从这儿来的，可车呢？他跳起来大喊大叫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突然，列车长又大喊一声，所有旅客上车。但这一次的声音居然是从身后传来。男人朝声音方向一路狂奔，却依然一无所获。这时突然传来几声低吼，男人拨开草丛后彻底惊呆了，居然是丧尸，而且再一看，周围是一大群丧尸。男人吓得屁滚尿流，一不小心摔进山坑。得救了吗？男人疯狂地往上爬，却被一把拽下。求生本能下，男人拳打脚踢逃了出来。是列车的声音，男人朝声音方向狂奔，一群丧尸围过来，利爪近在眼前。是列车长，他用火把赶走了丧尸，把男人救上了车。男人问他们是谁。 Yes, I can tell. Most of them used to be people. Maybe some got lost crossing the plains, or maybe others got off the train at the wrong place. 什么意思？这其实是个精妙的隐喻。短片刚开始，男人看到报纸上写着新世界的经济增长欣欣向荣，所以列车其实是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隐喻。上了车的人驶向新世界，也驶向希望，但没上车，甚至是下错了车的人，现实就是这般残酷。时代滚滚向前离开，只留他们在这片遗忘的平原挣扎。